大家好，我中意地產餘生分享 Fleming， 咁同大家介紹咧就係一個荃灣廣場嘅一個極罕有一座高層 B 室單位嘅3房房盤啦。咁呢個單位咧就業主都非常之係有興趣想放埋嘅。咁如果係有興趣咧，隨時揾我係餘生分享 Fleming。客廳位置啦，入到嚟之後咧，係一個 L 型嘅超大廳。咁呢度嚟講啦，靠電視側邊咧，其實有一個鞋櫃位置啦，同埋一個書台啊、書架嘅位。咁而之後啦，喺個梳化位呢度咧，亦都拉到好長咧，去望翻個電視櫃咧，我諗超過10尺有多噶啦，定係。而景觀上啦，呢邊望翻出嚟咧，亦都係一個係荃灣望晒一個大帽山嘅景觀啦。之後可以睇翻啦，廳嘅另一邊咧，咁就係飯廳位啦。對流空間咧係絕對做到嘅呢隻牆。咁亦都係呢個位咧實在太大啦。其實有時如果小朋友多咧，可能擺個充氣城堡喺度都冇問題喺度玩。之後啦，廚房咧就少少改動，做咗一個開放式廚房啦。個洗衣機啊、雪櫃咧就擺咗呢個位置。亦都係有窗啦。就算油煙多啲咧，開隻窗加埋抽油煙機就完全冇問題啦。單位走廊位置啦，我哋入到嚟第一間房咧，就已經係一間細房啦。會見到舊樓嚟講咧，佢嗰個實用面積係非常之高，會見到可以擺到雙人床咧，都完全冇問題嘅。洗手間嚟講啦，以前業主都做過少少嘅裝修設計啦，櫃咧都做到頂係唔錯，收納空間同埋個星盆位咧，一個係比較大少少，亦都係做咗個旗杆啦，咁樣方便去唔同年齡嘅人咧去使用嘅。之後啦，呢間第二間房咧，其實佢個面積咧同一個主人房係差唔多，因為你見到佢而家擺4尺半床啦，其實擺個5尺6尺床咧都完全冇問題。另外個大衣櫃位置啦，唔好遮住個冷氣。景觀上咧，望翻出去係超開揚，仲要望到海景添嘅呢度係。之後啦，睇埋個主人房啦，主人房都係擺完張窗台上去嘅床之後啦，會見到咧係一個大嘅衣櫃凹位啦，會喺呢個位置，亦都係喺走廊位咧，亦都做咗個係到頂嘅天花櫃頂嘅一個櫃啦，收納空間非常之充足嘅。